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你的宝血有能力，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救助，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了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真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庆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你的宝血有能力，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救助，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真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你的宝血有能力，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救助，成为祝福。我们再次宣你的宝告，血有能力，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救助，成为祝福。你的宝血有能力，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救助，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真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，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把掌声要送给我们的神。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，主耶稣看重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看重我们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看重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看重我们每一个人，求你的爱来围绕我们，因为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要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全心全意的献上我们的敬拜，完完全全的来属于你。我们一起从头来唱。让他的喜乐充满你，渗透每一个呼吸，让耶稣的爱围绕你，让他贴近你的心，让我的心单纯向你，此刻我只属于你。主，我的心不再怀疑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
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他的喜乐充满你，渗透每一个呼吸，让耶稣的爱围绕你，让它贴近你的心，让我的心单纯向你，此刻我只属于你。主，我的心不再怀疑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我只要你荣耀充满全地，好叫世人看见你。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赞美永不止息。让我的心单纯向你，此刻我只属于你。主，我的心不再怀疑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是的，在我们生命的路上，有可能我们很容易会迷路，很可能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要该如何做。但是上帝想跟你说，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，不论你在哪里，上帝都会因为找到你而欢喜。哈利路亚！就算我们只是小小的亮光，我们也可以成为黑暗中的一盏灯。让我们一起从头来唱。一个梦想在我心头，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。只要你愿意，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，为所爱的发出声音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手握着手就有温暖，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，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，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放下自己走一里路，单单相信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
就是因为爱，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。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，敢敢相信，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，能闪的爱，为爱而活，就是值得。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。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。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，敢敢相信，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。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翅膀，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，敢敢相信，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为所爱的发出声音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手握着手就有温暖，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。再次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的爱聚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是你却愿意放下那99只的羊来寻找我们这一只迷失的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都是一样的宝贵，每个人来到天父上帝面前都是一样被神所爱。主啊，愿你在与我们同在，用你的杖和你的竿来扶持我们每一个人，帮助我们走过人生高山和低谷。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我们这样线上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在你要坐下以前，跟你旁边人说：我们的神是为爱而生，我们的神是为爱而生。喂 ，test， 好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新约。我们这个3月到4月要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，也有路加福音的期中考，好，有一个小考。好，看看大家呢读路加福音读得如何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非常有名的这一章15章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第1节到第7节。好，那牧师来读单数节，好，请弟兄姐妹们来读双数节。好，第1节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耶稣就用比喻说。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
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好，牧师来，请问大家在这个月当中，3月份你有打开圣经读到路加福音的人，请举手。3月份当中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如果这个月你都还没有读路加福音呢，好，还有2天的时间。好，今天是29号，明天30，下礼拜一31号。好，你还可以有机会好来跟上来读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好是神好给世人很重要的话，而这个路加福音呢，里面让我们明白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，寻找每一个迷失的羊。牧师在昨天刚刚从这个德国的宗教改革之旅回来啊，好，但是回来到晚上，好忙到晚上的时候才有时间看 LINE 的时候，才知道说哇，在昨天在缅甸发生了大地震，而1000公里的曼谷呢，居然一个大楼30层楼的大楼就这样好就倒下，有看到这个新闻吗？有看到，好这个后来呢这个新闻好查得很快，好说这个大楼呢是哪一国做的？中国制造的，好，中国制造的，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事情没有多久之前呢，好，在我们的台湾的立法院啊，好，有这个立委还说这个中国的建设呢又快又好，好，他们施工又快又好，台湾呢应该要多多的引进啊，去中国参观他们的建设。这句话讲完没多久呢，好，发现曼谷的好很多的高楼好都没有事情，就偏偏只有这一栋。好，居然呢才说刚刚封顶，好30层楼才刚到封顶，还没有全部盖完。可是呢，就在一个地震当中就倒下来。好，这个地震发生的前4小时呢，好，牧师还住在曼谷啊，还才刚刚离开曼谷。好，因为我们呢在曼谷转机，好，然后过了1夜，然后那一夜呢还这个旅行社还帮我们安排在那个15楼的饭店哦，好，住在15楼饭店。所以回来之后呢，哇，大家都心有余悸哦，好说那个去的时候，地方的导游还说曼谷人为什么叫做 Bangkok 呢？好，曼谷的意思就是很大很大的平原啊，那边都看不到山，所以我们在15楼真的这样一看下去，哇，真的好宽阔，好辽，这个非常的看到真的非常的远哦，好，但是没有想到1000公里外的地震，好，缅甸呢居然在曼谷的这个大楼就倒了。那我相信呢，这个建设一定有问题。不过我们要为缅甸来祷告，好，因为缅甸呢，好发生的地震呢，好这个地震，可能是比921还要再大的地震，好，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讯息还没有办法了解，好，但是我们住在台湾地震带，我们都知道，好地震的可怕，好，这地震不会说一辈子不会再发生，我们都晓得这地震呢，可能随时都会发生。但是，当我们做好准备，好就不用害怕地震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做好准备就不用害怕地震，做好准备就不用害怕地震。当我们去德国参观的时候呢，发现德国每个教堂，这个导游在介绍，好，这个是14世纪盖的，这是12世纪盖的，好，这个是第10世纪就有的。哇，发现在德国的教堂呢，真的是不怕地震。甚至呢，他们还不是遇到地震的问题。好，当我们去德国参观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有很多好城市的教堂呢，是曾经在第2次世界大战当中被这个美军或是被英军呢轰炸过的教堂。结果呢，他们教堂被轰炸完之后呢，好，德国人他们又把教堂又盖回来，好，就是呢盖出一模一样的教堂。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佩服，好，这个他们德国人对于教堂好的这个建设，好真的是非常的投入。而你不晓得我们当中好有没有人可能参与在教堂的建造当中，好，但是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呢，好是建造教堂，好，但是或是建造教会，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很久的工程，永远的工程，好好的来建设，好，因为呢。不论是300年后、500年后、700年后，都还会继续有人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哦。虽然这些教堂今天来看，好，你看我们去的时候那天还是礼拜天，好，礼拜天呢里面做礼拜的人呢，好寥寥无几，好，不过这也是礼拜结束之后，好，我们并没有赶上那一天的礼拜，好，不过呢牧师还是穿着牧师服，好，然后呢带着迦南教会的会友，好，在德国教堂里面，好，我们没有做礼拜，好，但是我们有在那边。好，唱诗歌，有在那边祷告。好，那这个管理员呢，他也让我们能够在那边。
虽然那个教堂很大，可是重点是不是只有教堂，还有怎样，里面有没有人？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德国人，好，他们不太上教堂，不是只有欧洲德国和欧洲，好，连在美国，好，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到了今天，很多的教堂一样都是很大的教堂，可是呢，里面的人却怎么样？小猫2、3只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教会真的要警醒。好，所以反观我们回到台湾，看到我们的教会，好像我们今天的周6的青年礼拜，还是能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好，愿意来聚会，好，随便我们这样聚会，可能都比欧洲很多的教堂，好，500年、700年的教堂，在里面聚会的人还要多。我相信上帝看重是教堂，还是看重在教堂里面做礼拜的人？你觉得呢？做礼拜的人，跟你旁边说，上帝看重做礼拜的人。虽然游客、观光客都会想要去看教堂，但是呢，上帝看重的是做礼拜的人。那牧师也要广告一下，好，我们还有一个机会，还有一梯次的机会，就是去参加这个德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旅啊。好，那很多人都是持着观望，好，说这个到底花这么多钱，好，去德国这样12天，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？好，结果呢，好。这些就是有去参加的教会弟兄姐妹，好，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去问，每个回来说，哇，真的是太超值，好，因为不是只有去参观行程、参观教堂、参观马丁路德，好，他的生平事迹，而是包括旅行社在安排吃，还有安排住的方面呢，哇，真的让我们每一天都是 surprise， 哇，每一天。好说哇，我们居然住在这里，好，我们居然呢吃这么高级的餐厅，这个在台湾都不见得有机会吃，所以呢，都真的是如旅行社所说的，好，他们是亏钱呢，好，在办这样子的宗教改革之旅啊，好，那这个是在瓦特堡，好，是马丁路德在那边躲藏的时候翻译圣经的地方，好，他就住在后面这一间，好，有一个尖尖的阁楼地方，好，那个就是他翻译圣经的房间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在那边参观，好，在那边感受到500年前，好，马丁路德他如何面对当时教会的腐败。好，虽然那时候教会做礼拜的人很多，但是来做礼拜的人都是带着恐惧的心在做礼拜，通通都被这个当时中世纪的教会被他所辖制。但是呢，马丁路德却从圣经当中看见了亮光，就是义人必要因信而得生啊。所以牧师鼓励我们，好，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是年轻人呢，好，有机会的话，好，可以来参加这个宗教改革之旅。好，虽然旅费大概要16万呐，大概要16万左右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有参加我们的陶家储蓄互助社，就可以怎么样？无息贷款，好，最多可以到18期，所以等于是你每一个月呢，大概付8000块，好，1年半呢，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旅费通通怎样？没有任何的利息，然后呢，可以在这边好参与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学习之旅啊，好，所以这是牧师给我们年轻人好一个梦想，好，你可以来去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而在这个去国外呢，好，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带什么护照，好，护照呢，好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好，特别在出国当中，你会发现台湾护照非常的好用啊，可以去到很多的国家。而台湾的护照呢，好，在上个月还是这个月，好，所以有立委说，好，我们的护照呢，在黑市1本可以卖多少钱？你们有听到这个新闻吗？有没有？1本可以卖10万，10万什么？美金。一本我们的台湾中华民国护照可以卖10万美金，哇！你会想说，好啊，那就拿我的护照怎样去卖？就真的有人去卖，好，卖了之后呢，好，当然是卖给诈骗集团。在诈骗集团之后呢，被抓到，好，就法官就知道说，这个人他是卖他的护照，后来判他要赔多少钱？他要赔2000多万，好，他要赔2000多万。他卖了护照300万，结果呢，他要赔款赔2000多万。哇！所以那个人以为他赚到，但是呢，这个护照呢，好，非常的宝贵。我们这一团呢，好，每一天导游都会说，要上车前，好，第一个要检查什么？你的护照有没有在身上？好，大家都都会把护照，好，非常的小心保管。可是呢，在我们要从德国回来，好，在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，哇，其中就有一个团员说，他的护照好放在包包呢放在厕所，
哇，然后呢，他去上了厕所回来之后忘记拿包包，赶快跑回去，用跑回去找他的厕所的包包，结果有没有找到？有找到，没有找到他就回不来。好，所以那个就是牧师娘，牧师娘好在那边泄他的底啊。好，但是呢还好哇，你看到牧师娘真的是用100米的速度跑去厕所找他的护照，因为这个护照很重要。不过呢，这里有一个 SOP， 好，如果你要出国去呢，护照不见不用怕。但是你只要带2样东西，好，你就可以在当地的办事处呢，好，就有机会可以申请临时的回国的护照。哪2样东西呢？好，一个就是你的护照的影本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照片。好，你只要能够把照片还有护照的影本，或是放在手机里面呢，好，这样子呢，好就能够比较保险。但是万一手机不见呢，好，那也找不到。好，不过呢，总之呢，很多东西好都要非常的小心来保管。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呢，好，告诉我们3个不见东西的故事。好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，100只羊呢，在当时来讲是多还是少？少。好，在当时不是多，100只羊在当时来讲算少的。所以呢，他的羊不多，只有100只，所以他少了其中1只，哇，他马上就发现了。他怎么做呢？好，他少了1只羊，好，所以他就会把99只留在安全的草场。然后呢，再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，一直找到什么？找到为止。当他找到之后呢，就把羊儿怎样？扛在肩上，扛在肩上。好，所以这有一个画面哦，这个是耶稣好抱着羊。好，我们有看到耶稣扛着羊。好，这个我们就会看到这耶稣说啊，他会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。好，他不是不管那99只羊。好，圣经有说，耶稣是把99只羊放在草场上面，就是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好，不然他去找到那一只，回来那99只怎样，全部不见了。好，没有那么笨啊，这牧羊人没有那么笨。但是呢，他找到那一只羊之后呢，回家还要怎么样？跟朋友邻居说，来，我们黄色一起来读，来跟我一起庆祝吧。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着了。好，所以当牧师娘找到她的皮包护照的时候，就应该怎样？来，大家一起庆祝吧！啊，我可以不用被留在法兰克福，好，可以不用再去领事馆办我的护照仪式啊。好，应该是要欢喜快乐啊。其实那时候啊，牧师娘跑去找他护照的时候，心里面赶快祷告，好，上帝啊，好，让牧师娘的包包好能够顺利的找回来，好，不要被人拿走。好，那还好哇，很快这个其实在德国呢，真的是公德心很够啊。好，在德国人公民好，他们的公民律法真的是非常的意识非常的强。好，你去有一天我们在一个教堂的广场，牧师要去找厕所，就从这个广场坐电梯到地下室，地下室再往下走楼梯走下去，走，怎么发现就有地铁从我前面出现了？我自己不晓得，我已经走进了地铁站里面去，就发现他们都不用收票，好，因为投票是自己去投钱的这样子，好，你就几乎叫地铁的门打开就可以上车了，好，但是呢，好，在德国，好，他们都是自己好，非常的好守法，好，非常的守法。而这个迷失羊的人呢，为了那只羊找着了，他就请客，好，他就跟他的朋友一起来庆祝。为什么要庆祝呢？好，这庆祝呢，好，就是好让我们想到说，耶稣好，他来寻找迷失的羊。上帝有这么多的孩子，好，过去有一个宣教师，好，叫做兰大卫，他在彰化在宣教的时候呢，都会敲着锣。然后敲锣一边锵锵锵，然后呢一边说一句话：上帝胖更囝，好，上帝的儿子不见了，上帝的儿子不见了。这个兰大卫锵锵锵，哇，人家在用台湾话，上帝胖更囝，好，大家说啊，上帝什么人啊？因囝无去啊，哦，大家赶快帮忙来找他的儿子。就那兰大卫意思怎么说呢？上帝胖更的囝，好，就是这迷失的罪人。好，今天当有一个罪人呢能够悔改，上帝就找到他的儿子。哇，这个兰大卫真的是非常厉害，他就用这样子的带领人啊，你就是上帝囝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当你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好，上帝就找到他迷失的儿女啊。好，这是兰大卫医师。而神呢，好，只怕世上只有一个人需要得救，神也愿意让他的儿子耶稣牺牲，好，为我们死。而这个迷失的羊，好的这个主人，
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这一群好一起吃饭的税吏，还有法利赛人，还有文士，这样说。好，下面黄色字也请大家再一起来读，请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喜乐，要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有的更大。耶稣说，这个迷失的羊的比喻，就是找到那一只羊，就像是找到了一个迷失的罪人。虽然教会里面好可能教会外面有很多迷失的罪人，但是在教会外面，只要有一个愿意悔改来到教会，在天上的喜乐，比那有99个坐在礼拜堂里面做礼拜上帝的喜乐还要大。你同意吗？同意的就说阿们。你没有办法说阿们，你可以回去再想一想，99个人坐在这边礼拜，跟有一个人今天心没有从外面进来，来到这里，听见神的话，认识了神，而他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而悔改，改变他的生命，改变他的生活，在天上的喜乐比这99个义人在这边做礼拜还要大。耶稣用第二个例子，好，第二个故事就是失钱的比喻。有一个女人有10个银币，掉了1个银币，怎么办呢？好，她会怎么样？点灯起来，开始房子都要翻过一遍，打扫房子，到处仔细寻找，只找到找着为止。而她跟前面那个例子一样，一旦找到之后，她就和朋友、邻居对他们说：“怎么样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跟我一起庆祝吧！我那遗失的银已经找着了。”我们想说，银币在当时1个银币就是1天的工资啊。那他有10天的工资，10个银币，少了1天的工资，有需要去请客吗？好，有需要为了这样子哇，还要大费周章，好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嘛。好，这个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。好，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妇女呢，她们在结婚的时候，好会戴一个头巾。这个头巾头上呢就会串10个银币，好，这10个银币，好，这10个银币呢就会戴在他们的头上，好，那戴在头上这条头巾呢，人家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有夫之妇，好，就是他已经结婚了，好，结婚。所以换作今天来看，好，这个掉他不是只有掉银币，就好像掉了他的结婚戒指一样，好，结婚戒指如果不见怎么样？哇，这个事情就重要了，好，就拼命的找，拼命的找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女人呢，她就是要找她一个结婚戒指。当她找到之后，她终于如释重负了。所以呢，说大家我们一起来欢喜，一起来快乐吧。好，所以呢，耶稣也用这个银币，好像一个妇人找着了她的结婚的纪念物一样。所以耶稣在第10节同样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黄色的字，上帝的天使。”也要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。好，在前面呢，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喜乐要比99个义人不用悔改的义人还要更大。而在这个比喻当中呢，耶稣也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上帝的使者、上帝的天使都会为他欢喜，为他快乐。而第3个例子呢，我想是我们最熟悉的，就是浪子的比喻啊。路加福音第15章，好，有没有人没有听过浪子的比喻？就是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很认真的工作，小儿子很认真的玩。这小儿子呢，就是玩到呢有一天，好说啊，爸爸，我们赶快把你的这个家产分一分吧，好，让我可以把这些钱怎么样，自己来做主，自己使用。好，爸爸呢就把钱分给他，小儿子就出去挥霍。没有多久之后呢，小儿子就没有饭吃，好，他就跑去打零工，好，最后呢去喂猪。当他在喂猪的时候呢，看到猪在吃的都比他吃的还好，所以他就怎样悔改，说啊，我在我爸爸家里面打工，都比我现在打工的那个薪水收入还要高，我干脆回去跟我爸说，我不配叫他爸爸，我可以去我家里面跟我爸应征，做我爸爸家里面的工人，我就有饭吃了。所以他就真的回去，没有想到呢，他爸爸没有把他生气赶出去。如果是台湾人的爸爸，或是那个古代的爸爸，看到这个不孝儿子回来就怎样？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给我滚！好，这个我们的电视剧很会这样子演。可是呢，圣经的这个爸爸不是。
看到这个儿子回来呢，好，却是跑出去抱他，还跟他亲嘴，甚至呢还叫了仆人来把他换上了衣服，戴上了戒指，甚至还吩咐人好宰了最肥的牛，好来招待来宴客。可是呢，好当他们在宴客的时候，现在却有个人不平衡，是这个小儿子的哥哥啊。这个哥哥就很生气，好，所以呢不肯进去。可这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，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我也得罪了你。”好，他知道他自己不对，好，他不应该这么样子的不懂事，好，年纪轻轻的只想要钱，好，不想要爸爸，不想要亲子关系，说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。可是父亲呢，却吩咐仆人。说拿最好的衣服，拿戒指给他戴上，拿鞋子给他穿上，把最肥的小牛牵来宰了，我们要摆宴席来庆祝。24节，好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怎样死而复活，然后呢失而复得，哇！所以大家呢好就欢宴起来，大家就开始在那边庆祝起来。对这个爸爸来说，他认为这个儿子是怎样？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。可是呢，对这个其他人来讲，可能没有像父亲的这个领受这么样的高兴。透过这3个故事，这3个例子，第一个故事是失什么？不见了什么？不是不见护照了，不见什么？不见了羊。第二个呢？银钱。第3个呢？不见了什么？小儿子。透过这3个故事，通通放在路加福音15章，到底路加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到底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其实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15章一开始，有许多的税吏、许多的罪人都在耶稣的身边听耶稣讲道。我们刚才有提到，好，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，这个耶稣居然接纳罪人，又跟罪人一起吃饭。就瞧不起耶稣，认为耶稣是一个怎样没有水准的人。有水准的人呢，好，应该呢都要跟我们去那个德国的教会，好，去那个非常高的哥德式的教会去那边做礼拜。有水准的人，好，应该要穿着整整齐齐，好，跟我们一起去上教堂。有水准的人，好，应该呢这个奉献呢都要带着很大包的奉献来奉献。怎么跟这些不入流的人，耶稣居然跟他们在一起呢？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今天这段圣经，神要告诉我们的，在天上真正让神欢喜快乐的事情，不是有100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在这边做礼拜，不是有1000个、10000个基督徒在这边举办特会，举办这个感恩礼拜，都不是。在天上真正让神高兴欢喜的，只要一个什么？一个什么？什么样的罪人？悔改的罪人。真正在天上能够让神高兴欢喜的，就是一个悔改的罪人。在今年的复活节几月几号？4月20号。好，那一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好有联合的复活节礼拜。而那一天下午呢，我们要办一个登山活动。本来这个登山活动是要办在今天3月29号，好，但是因为林荣贤的婚礼呢，就让这个活动就延期了，延到后来这个大家在开会讨论的时候，延到复活节的下午。然后呢，大家就开始来预备，说这个复活节的下午的活动呢，还要有设计纪念品，还要设计活动，所以这个活动非常的叫好又叫座，只要收100块就可以去这个地方。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这个不是在那个清境农场，这个在桃园的春天农场。好，你只要100块就可以去到这个春天农场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迦南教会的纪念毛巾，好，还有活动，还有那天的许许多多的，好，只要100块。好，截至上个礼拜，报名已经多少人？400个人报名，400个人报名，哇！所以呢，你有报名的请举手，你有报名的，好，所以这400个人还没有包括你们，好，手请放下。好，那这个礼拜天后来再延期啊，好，延到这个礼拜天。所以呢，好，如果你还想要报名的话呢，请把握机会，好，只要100块钱，好，去到这个春天农场。但是我们去的不是登山活动。这个活动当中，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里面有200多个都是没有来过教会的人，都透过这样的机会，好，他们就会弟兄姐妹就去邀请他的朋友，去邀请他的家人，或是去邀请他社区当中好的慕道友，能够一起去参加登山活动。他可能不会想要在复活节来到迦南教会做礼拜，他可能不会想要在复活节好一起来庆祝耶稣的复活，但是他想到说，去到春天农场，他很愿意去爬虎头山，甚至呢还会有一个空拍的大合照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而在4月20号的复活节后的那个礼拜六，就是4月26号，我们就有这个什么福音茶会。好陈汉现在有多少人报名？现在还没有，好，还没有收集，还没有收回名单。好，有统计我们base的名单吗？也还没有，好，所以要开始统计。好，统计我们要邀请的 base 的名单哦。我们要把这些名单好成为一个什么？成为一个我们为他们来守望和祷告。好，所以你们有拿周报吗？有拿周报，可以跟牧师一起打开第5页吗？好，如果你有拿周报的话，好，在我们第5页呢，我们有一个为慕道友的祷告文。这个祷告文呢，好，如果你有周报的话呢，牧师就邀请你。好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已经有新朋友，就把名字的地方就念新朋友的名字；如果没有新朋友的名字的，就把那个名字的地方就念新朋友。好，我们用这个祷告文呢，来为我们的 best 为他们来祷告祝福。好，请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，我相信你是我独一的真神，我唯一的救主，恳求你赐给新朋友坚定的信心，使他能全然交托，并且能顺服你的心意，因为你的话满有能力，能坚固我们心，并且相信你的心意永远是对新朋友最好的。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愿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照亮他的心，让新朋友每次祷告时更深地经历你的慈爱与信实，更多你的恩典与能力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要开始用这样的祷告，用这样的行动，好，开始去锁定，去 search， 好，去 focus， 好，我们要邀请的新朋友。为什么要去邀请他们？因为你听到了路加福音15章，一个悔改的罪人，在天上的欢喜快乐，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要大。所以你真的想要让天上的使者，让天上好有这个欢庆，我们就要不断的去邀请新朋友，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。所以4月26号的福音茶会，好，这个标题叫做纯利甲我，好，请大家说一次，纯利甲我，好 ，Only you and me， 就是只有你我，就是只有神和我们之间。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福音茶会呢，能够让新朋友他能够好像听到了耶稣的讲道，他好像是那个上帝胖更囝，上帝的儿子不见了，可是呢，能够被神找到，原来我是神的儿子，原来我是神的女儿，都没有人告诉我，但是当我听见了耶稣的话，听见耶稣的信息，原来我是神所爱，在创造世界以前，神就造了我，而我就被神所得到，我就悔改，就好像小儿子回到父亲的家中一样。所以不管你是护照不见，或是手机不见，好，我记得我儿子呢，好，有一次去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国小，在迦南教会，好，去澎湖玩，好，那时候有一个电动，好，去澎湖玩回来下车的时候，哇，这电动放在车上忘记拿，好，结果呢，哇，他一下车就开始大哭，好，然后呢就赶快怎样，牧师赶快开车，好，去追那一台车，好，追到才刚下车又去追，好，追到松山机场，好，结果呢追了半天又回来，好，都没有找到。好，但是呢，从那一次事件之后，好，虽然那个手机叫什么 NDS 嘛，好不是手机，那个游戏机，好也是不便宜，好，可是呢，我儿子从那一次之后呢，就很小心每样东西，好，因为知道东西掉了呢，好，不想要再大哭，不想要再失去，好，他就会去好好的珍惜。
所以同样的，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好，你所看重的东西呢，就要好好的珍惜。好，你的家人、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，或是你的老师和同学，要好好的珍惜他，而不要让他不见之后呢，才发现哇，又要再找到。所以当一个人找到他的迷失的羊回来之后，他一定会把这只迷失的羊好好的看好。妇人找到他失去那个钱，那个钱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结婚的纪念品，所以他一定会好好的把它珍藏，不会再让它再不见。一个爸爸让他的儿子失去了，又回到家中，这个爸爸同样的也不会让他的儿子又离开这个教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找到你，让你回到教会，神也要你永远在他的家中，不会再让你离开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要不断的去寻找更多的迷失的羊，让他们回来。所以第一个比喻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他就可以直奔天堂，因为在天上要为他欢喜快乐。所以我们要看到天上的欢呼呢，要听到天上的天上的掌声呢，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邀请新朋友，好，去邀请慕道友，在天上会充满了欢喜，会充满了快乐。而第二个呢，当罪人悔改，天国就要开 party， 因为呢，耶稣也告诉税吏，告诉法利赛人，当那个妇人找到他失去了银币的其中一个罪人悔改，神的使者也会为他欢喜而快乐。而一个罪人悔改呢，这个就像是浪子的父亲一样，是一生的欢乐，一生的欢乐。所以呢，这个路加福音15章呢，有3个数字。第一个数字呢叫做100%，因为那个人有100只羊，不见了几只，1只，所以他损失是多少？100%。可他找到之后，他就怎样？请客，欢喜快乐。第二个故事是几分之几？对，1/10。那个妇人她有10个银钱，不见了1个银钱，可是她找到之后，哇，她马上去告诉邻居，欢喜快乐。第3个数字是多少？1/2。她有2个儿子，失去了1个，现在2个都回来了，她很高兴，哇，所以她宰了牛，最肥的牛。可是呢，有一个人很生气，谁很生气？大儿子对他爸说：“你看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却从来没有给我1只小山羊。现在你是给我你的这个弟弟，好，你这个不孝子，给他宰了1只大肥牛，我连1只小山羊都没有，你都没有让我跟我的朋友这样子快乐，公不公平？不公平。”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跟大儿子一样，哇，这个太不公平了，太不公平。可是这个爸爸讲完这句话之后，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后面没有再说任何。这个爸爸怎么说呢？这个爸爸对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常跟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你的，包括今天你弟弟手上的戒指。”包括今天宰的这头的大肥牛，其实都是谁的？大儿子的。好，大儿子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好，他应该知道。好，他应该知道。好，因为他爸爸已经把家产都怎样分光了。好，这是弟弟的哦。好，弟弟统统拿去，剩下是谁的？哥哥的。好，只要爸爸走了之后，剩下都是哥哥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所有一切都是你的。所以不论是拿出来的最好的衣服，戴上去的那个金戒指，还有宰的那个肥牛，都是谁的？都是哥哥的啊！可是哥哥却知不知道是他的？他却不认为是他的，他只是在嫉妒说，这个弟弟好，他去跟外面乱来，去外面乱搞，好，现在居然还有脸回来。可是呢，你没有生气就算了，你居然还为他宰了这个牛。这爸爸最后用这句话就结束了路加福音15章。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怎样死而复活，还有呢失而复得的，我们应该要为他怎样设宴庆祝，是应该的。原来这个大儿子在父亲的身边，他都没有真的好好的去体会到他父亲的心，
虽然他很乖，从小到大都听爸爸的话，都没有像这个弟弟一样欧北来，都没有像这个弟弟一样闯祸，然后就出很多的 trouble。可是呢，很乖的哥哥却没有明白明了爸爸的心的这个心痛的地方。爸爸只有这2个儿子，失去这个儿子，虽然还有一个，可是呢，毕竟这是他的儿子。可是当他失去这儿子，对爸爸来讲，当他弟弟离出去那一天，在他爸爸心中来讲，这个小儿子就像是死了一样，就像是不见了一样。今天他还能够回到家中，真的是从死里面复活，失去了又找到。所以路加福音第5章32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”耶稣来就是要来找到那些上帝胖给的囝，上帝不见的儿子，让他知道，其实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所爱的，你是上帝迷失的那一只羊。今天上帝透过在教会当中，或是透过教会的福音茶会，或是透过在复活节下午那天的爬山的活动，而上帝可以找到你，你可以找到一个回家的路。你不用来见上帝的时候是带着羞耻，你不用来见上帝的时候是带着那个害怕啊！我去教会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去教会跟上帝合不来，格格不入，都不用，因为上帝欢喜每一个人，能欢喜悔改的罪人回到天父的家中。在今年是教会的60周年了，那这张照片呢，是我们在5月份要去全教会退休会忠孝路教会，他们也是60周年拍的照片了。好，这个他们是在献堂之后没有多久，就庆祝教会60周年。后来我去查了一下，我上次说他们盖这个礼拜堂2亿多，不是，总共4亿，盖了4亿啊，他们盖了这4亿的礼拜堂，他们有1000多个会友，1000多个会友要盖4亿的礼拜堂，简单还是不简单？还是很困难。可是他们很有信心，他们很早就开始预备啊。所以呢，他们现在呢，已经顺利的盖完，然后呢，也跟贷款的部分呢，也是按照计划，在这个还这样的贷款，所以教会呢就有更大的空间，可以让更多的罪人可以回来。这个教会的牧师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牧师，王武聪牧师，他在这个教会的28年。那他在退休的时候就在这个礼拜堂退休的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上帝给他阶段性的任务，他做到70岁，因为长老教会的牧师呢最多就做到70岁，所以在他70岁的时候呢，他在这个礼拜堂留下他的见证，他算一算，他说28年在这个教会呢，总共有帮1700个人洗礼，有没有很多？很多啊！好，那平均一年是多少呢？28乘以60，那我去算了一下，这就是除以1700除以28，大概60，对，一年60个人洗礼。所以呢，迦南教会今年60周年，我们有一个目标是多少？60个人洗礼。只要我们每一年都能够有60个洗礼，这个教会呢，一样也能够有这么多的人。来罪人能够进入到教会当中，成为上帝被寻找到的羊，迷失的羔羊，上帝的家能够充满的人。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找人进来，还要把这些人怎么样留在教会啊？不要说我们洗礼1700多，然后呢离开教会的有3700多，那更多人，那这样就不行。而我们是把上帝的羊找回来，但是我们还要付代价。就是要把他们怎么样的留在教会，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委身，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成长，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的跟神有很好的关系。这不是容易的事情。说真的，你要去带人信主，然后带一个人受洗，还比较容易。但是你要让人受洗之后留在教会委身，能够在教会里面忠心，能够在教会服侍一辈子，那真的是很不容易。这个是福昌长老吗？是吗？我没有看错，是吗？好，是福昌长老。好，这个许长老也是我们教会资深的长老，好，已经退休很久。好，那我对这个我们的教会的这个许长老呢，
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是青年牧师，好，印象很深。好，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在小会员当中啊。可是呢，他说，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的事情，好，说这个事情是在哪一次的小会当中提的。就呢，许长老他说，哦，他有印象，好，这大概是在第400几次的小会当中，好，他大概说，480几或是400多少次的小会当中，然后再去翻一翻，果然真的是，哇，这让我印象很深。好，可见呢，好，当他在做教会长老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可能是做小会书记，对教会这些的记录呢是怎样，非常的用心，好，非常的认真。这个呢，比一个罪人悔改还要花更多的力气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不是只有做教会的事情，也要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像是盖一个德国式的歌德的大教堂而已。我们要让上帝的家不断的有悔改的罪人，天上的欢喜才会不断的延续下去。因为好，路加福音19章10节，我们再念一次：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要让上帝的家中好坐满了神的儿女，能够把神迷失的羊一只的找回来。但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陪伴他们，我们要引领他们。这是我们去最后一张照片，我们去德国的时候，这个是最后一天的行程。好，在这个沃木斯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呢，好，这个领队说他去德国20次，他只有进去过这个教堂，好，只有进去过1次。好，他去那个地方好几次都怎样没有开，都没有开。所以他一去行前说明会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也不能够保证我们这次去到底是进得去还是进不去，好，因为他只有进去过1次。可是这个教堂是他最喜欢的教堂，因为他说这个教堂里面呢，所有的木头都是樱桃木，都是樱桃木，好，那每个木头呢都是300年以上，而且呢木头上面还用彩绘上去。所以在这个教堂的上面呢的壁画呢，好，上面有将近50幅的壁画，好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结果我们这一次呢去很幸运，居然有开，好，而且就进去里面拍照。但是我不是要讲说我们进去拍照，我们参观的教堂，好，大概有10-20个教堂，好，还没有去算总共有几个教堂。可是，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，有大部分都是基督徒，也有长老，也有退任的长老，也有执事，也有小组长，也有区长，也有同工，也有牧师。可是呢，有一个慕道友，还没有洗礼的慕道友。这个慕道友很特别，他每次去到教堂的时候呢，他都会坐在后面，所以用箭头给他标一下。然后一进去之后呢，他就会坐在那边。这个会有很特别，不是这个慕道友很特别，他进去之后他就坐在那边，他都几乎都没有看到他拿任何的手机出来拍照。大家一进去教堂就怎么样，手机开始拿起来照啊，然后开始录影了，哇，然后大家就哇，大家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弟兄呢，他都是安安静静坐在那边，然后坐在那边，然后就看着很远很远，就看着前面的这个十字架，还有十字架上面的耶稣。他就那边安安静静的，在那边冥想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餐的吃饭的时候呢，牧师都会轮流，今天换谁祷告，轮谁祷告。所有人都祷告完之后呢，说这个某某弟兄啊，好，你要不要来祷告？结果呢，我想说他可能会拒绝，可是他还是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而且呢，他还用台语来祷告。虽然他的我把它录影下来，好，虽然他的祷告呢很多字呢，都不是像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，可是那是一个真诚、发自内心的祷告。所以听了那个祷告之后，相信就是要我们今天路加福音15章，在天上的欢喜快乐是大的。所以其实教会有很多的活动，像下个礼拜4月初，我们还有一个去环岛的，现在还有第2梯、第3梯可以报名，或是呢去不管是虎头山，或是我们的福音茶会。或是我们全教会的退休会，甚至9月份还是去德国的宗教改革之旅。每一个活动其实不是为你而办的，是为了神的儿女而办的。神也期待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能够让一个罪人能够来到他的家中，或许在春天农场，或许是在福音茶会当中，或许可能是在古坑的退休会，在任何一个角落，或是就在游览车上。但是当有一个罪人，他认识了神，知道自己需要耶稣的拯救，
而神的爱就会住在他的心中，在天上的欢喜快乐就会是大的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，在今天或是小组分享当中，你可以透过今天的信息分享，你有没有遗失过心爱的东西，而有没有找到？当你找到的感觉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同样的，你也是上帝曾经是上帝的遗失物、遗失的儿子、遗失的女儿。可是当上帝找到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上帝不怕别人生气，上帝不怕别人嫉妒。有人看到说：哇，为什么你来教会这么好？为什么你信主这么好？上帝都对你特别好。上帝不怕人嫉妒，上帝只要让你知道，神愿意为你宰杀最肥的牛，愿意为你穿上最好的衣服，神愿意为你戴上最珍贵的戒指，来向你证明你是神所爱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是一个与神再次相遇的时刻。如果你相信神爱你，你要感谢主，因为神真的是把他最珍贵的儿子耶稣都献在十字架上，让你的生命能够不再罪中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如何把这样天上的欢喜快乐带给更多的人？你要如何带领你身边的人、家中的人，或是你的同学，或是你的同事，让他也能够来认识神？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你自己来祷告，因为你是神寻找的儿子。我们曾经都是浪子，我们曾经都迷失了路，但是神爱我们，我们来向神献上感谢。谢谢阿爸父找到了我，谢谢阿爸天父让我能够来到教会，能够回到神的家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谢谢天父，因为你爱我，你寻见我，你让我能够从世界当中回到你的家，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，来服侍你。主啊，你愿意为我宰杀最肥的牛，你愿意为我穿上最好的衣服，你愿意为我戴上最珍贵的戒指。谢谢天父，你这样子的爱我，我感谢你。而接下来牧师要邀请你为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，因为神说他们也是那一只迷失的羊。为他来祷告，因为神同样也爱他，神看重他，神也在等待他回到神的家中。我们为你身边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、家人、弟兄姐妹，为他们来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我们身边的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来为他祷告。神，因为你也爱他，你也等待他回到你的家中。神，你随时敞开门要迎接他。主，我们不是要嫉妒，我们不是要像大儿子一样的生气，我们要来明白天父的心，我们要来体贴天父的心肠，让我们知道神你多么乐意的一个罪人能够悔改，你多么愿意一个迷失的羊能够被找到，你多么乐意一个遗失的钱币能够被找着。这份的喜悦是天父的喜悦，是天父的爱，是阿爸的父的爱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为天上多得一个灵魂，让我们能够为天父再多寻找一个迷失的羊回来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谢谢你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我们的神是耶稣，是为爱而生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爱的当中重生。照
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流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，为爱我愿意，一如同行。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放下自己，多走一里路，单单相信，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最大的奇迹就是一个罪人悔改，神愿意一个罪人悔改，只要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欢喜快乐是大的。哈利路亚。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，一路上不敢有人独自停留，只要你愿意，小小亮光能在黑暗中照亮。为说爱你发出声音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手握着手就有温暖，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，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。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放下自己，多走一里路，单单相信，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，能传递爱，为爱活过，就是值得。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。爱里没有孤单，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放下自己，多走一里路，单单相信，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只要一个罪人悔改，一个罪人悔改，神不是不爱那99个义人，神不是不爱那些99个做礼拜的羊，但神更欢喜的事情是一个罪人打开他的心，说：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何等的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但是阿爸父居然愿意出来迎接我，居然愿意来抱我，居然愿意来亲我，这是何等大的喜乐！愿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体会神爱罪人的心。我们不是对罪人指指点点，我们不是嘲笑他们，不是轻看他们，如同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的经学士轻看税吏，轻看耶稣和他们在一起。没有，耶稣看重每一个罪人，耶稣看见每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他让耶稣为爱而生来到这世上，也让我们愿意去向一个罪人传福音，带领他，哪怕没有人在他的身边，
哪怕没有人欢迎他，但是当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欢喜快乐是大的，是永远的，是要撼动天地的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神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集，是为了看见上帝你的话语真的是改变人的生命。我们曾经是那迷失的羊，我们曾经是那失去的钱币，我们曾经是那浪子，离家出走。但是神，你依然在等待我们，你依然乐意的把最好的穿戴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。主啊，我们要把这份的好消息继续的宣扬，继续让更多人能够明白知道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期待天堂里面要塞满了灵魂，得救的灵魂。我们期待将来加拿教会也要塞满得救的灵魂。我们期待我们迦南教会在60周年的时候，能够有60个接受洗礼加入教会，不是只有在今年，是每一年，接下来的每一年，都能够有60个人，更多的人能够受洗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你把这样的意向，把这样的负担，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这一代，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当中，让年轻人们不是只有为自己而活，是能够为天国来奔跑。好像马丁路德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就被神的话所触摸，在他30岁的时候，他就提出了义人必要因信得神，撼动了教会，撼动了世界，而来摇动了世界，直到如今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，使用我们每一位，使用我们每一位。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，如果你还没有洗礼，如果你还没有坚信礼，甚至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不要忘记神爱你，神呼召你，神也乐意的你回到神的家中。神要使用你的生命，成为那珍贵的儿女。神要把那冠冕戴在你的头上，神要使你成为神心手中的宝贝。神要让你的生命能够过着丰盛的生命，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愿神赐福你，愿神与你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在场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在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，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愿神你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你要坐下以前，跟你旁边说，你是神心中永远的宝贝，你是神心中永远的宝贝，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一种感动；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，为主圣工所用。生命为你所有，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，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？生命是你的，恩赐是你给你，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。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？赏赐在于你，收取在于你，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，一生为你成为祝福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此感谢你的恩典与慈爱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边，享受生命的美好，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把我们所奉献的献给你，求你带领我们使用这些资源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愿意学习依靠你，愿意在生活中荣耀你，愿我们的奉献能够成为祝福。现在我们将献上时间、金钱、能力，为主你圣工所用，求主悦纳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们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欣跳跃，你使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你是我永
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诚心和全意来敬拜你。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上你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献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把最大的掌声献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赞美你，因为你配得我们用最大的赞美，配得我们用最好的来敬拜你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帮助与感动，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能够因复活的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的饱足，也能够带领悔改的罪人来到神的家中，使天上能够得到最大的欢喜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们再次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请坐。好，大家平安，我是陈汉。平安。好，平安。我今天来消息报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有没有新朋友第一次来到青年礼拜当中的？哦，这边有一位。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以给大家认识一下。我姓谢，叫雨辰。雨辰。对对对。一起来拍手拍手。还有吗？有没有还没有介绍到的？好，那跟你左右两边的说，很高兴看到你，很高兴看到你。好，那再来我们今天的消息报告。好，那第一个是小会的报告。那在5月4号，礼拜天会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。那预受洗者呢，要有成人洗礼、坚信礼、信仰告白跟小儿洗礼。那请在4月13号向区长或者是小组长报名。那有一个补充，就是在成人洗礼跟坚信礼这两个洗礼呢，需要完成基要真理的课程才能够受洗哦。好，那第二个，是长执会的报告。那在明天的下午1点，在401教室召开419次的长执会，然后请长执们、同工们预备心，准时出席。好，那再来敬拜部门。那在本主日明天会进行全教会的清明追思礼拜，与本堂的2楼会布置兄姐要追思的亲人，然后照片会以电脑画面呈现，然后以表慎终追远之意。那就是请，就是愿主安慰弟兄姐妹的，还有思念家人之心意，然后大家可以来预备参加这个礼拜。好，然后这也是敬拜部门报告，在4月2号，就是这个月的333祷告会的主题是为回天家的亲友祷告。那邀请大家就是在4月2号这个礼拜三，就是4月2号这个星期三，然后来到这里新堂，然后来参加这个祷告会主日，祷告会来参加这个祷告会。好，那再来侍奉部门。好，侍奉部门那是松大讲座。那在4月2号的10点半到12点，然后它主题是身体常环保，万病很难念哦，万病从长起。对，大家知道这个是应该跟身体健康有关。对，那就是欢迎大家，就是欢迎来，就是可以来到松大这个大学里面，然后一起来听讲师詹天志来讲解。线上。是线上哦，不好意思，在做对，是线上。对，这个是线上的讲座，那应该在周报上面有那个连结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那再来是社区医疗咨询，明天10点半到11点半，与教会1楼举办社区的医疗咨询，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哦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热血的那个运动哦，就是到明天就截止了，就是4月19号江南杯桌球比赛的热身赛，然后就是请大家就是有报名的，然后在4月6号前至办公室完成缴费啊，大家可以找那个木轩总干事，他可以帮你收钱，然后可以开那个收据给你。对，就是大家可以青年们可以一起修究来参加。好，那一样是侍奉部门，然后志工成长训练，在4月27号，那有个训练的讲座叫做灾难没有你想象的这么远，然后会邀请到黄天仁牧师来讲解。
那就是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。哦，对，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宣传图，对，然后就是在新堂2楼举办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再来是外展部门，对，刚才的4月26的顺利嘎瓦的福音茶会。好，那到这个月呢，就是我们即将到4月，那4月开始呢，我们就要跟 Best 我们想要邀请来到茶会的对象呢，就是实际的去关心，然后可以跟外展部啊，那你先想好你要邀请几个人，或是你想要去接触的，然后跟你的小组长回报。比如说我要2个人，我想要邀请我的爸爸跟妈妈，那我都跟小组长说，那请你给我2份。那这个2份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会由外展部给你们精心礼物。这个精心礼物呢，就是可以让你去跟你的 best 去关心的时候，可以有一些互动，然后最后把这个礼物成为祝福送给他。对，那这是一个很好接触你身旁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一个好机会，还没有认识福音对象的好机会，所以他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行动。对，那所以4月1号到19号就是一起来关心 best， 那也是提出邀请来到茶会的一个时刻。所以就是如果你有确定他有想要来参加的话，那就是跟你的小组长登记，对，然后一样会回报给外展部，就是请大家一起来行动。对，那就是这个茶会，这4月26号，再请大家预备时间下来。对，那这个代祷卡就是我们在3月初有发的代祷卡，应该还记得吧？就是每天呢一样，就是用属灵家长的宣告来为自己祷告，然后也用今天的周报的那个第2段慕道友的那个祷告文，为自己的 best 来祷告。好，那装备部门，这是 A1、A2 的造就课程呢。哦，有个这个要注意看哦，就是有参加的，下礼拜是4月5号，就是因为适逢连假，改以线上举行。那就是 A1 呢是2点开始，那 A2 的是早上9点半开始，然后课程的线上连结会在当天提供，就大家得稍微留意一下。然后准时出席。好，那装备部呢60周年的全教会退休会，那17、18号于古坑举行。对，那就是这个资讯就是在周报上或是那个49号1楼那个公布栏上都有更多的那个介绍，所以大家可以那个把握最后的报名机会，然后一起来参加。好，那这牧养部门4月20号的复活节踏青宣教活动，对，那都是在好，第2阶段，对，第2阶段呢，在4月6号会报名截止。那已报名呢还没有缴费的会友呢，请记得去干事室完成报名缴费。然后呢，当天好4月20号当天呢，就复活节只有1场礼拜，是联合礼拜哦，在这边大家要记得，就是那天的礼拜6没有周6礼拜，就是一起来参加复活节早上的礼拜，然后用完爱餐，然后自行前往春天农场。对，然后这边有地址，然后记得在12点50前报到，然后就是有报名的都可以揪团共乘汽车啊，搭火车不是火车，计程车啊，公车啊，一起去这样。高铁还可以搭高铁。对，好，大家这次稍微留意一下。好，那一样是牧养部门60周年的环岛之旅。对，那第一梯次即将在4月开始嘛，那不用关系，还有机会就是在第2梯次6月23到26，然后第3梯次的9月22到25。就是大家邀请那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报名参加，然后下面就是报名截止的日期，大家再稍微留意。好，那教界消息，那就是新竹中会的北区妇女事工部，在5月7号举办母亲节活动一日游，啊，就是大家可以看电梯公告或是下田淑宇长老，然后可以获得更多的那个活动资讯，然后到4月13号报名截止。好，那肢体消息第2个，那就是敏和弟兄就是恩典的爸爸于3月12号蒙主恩召，然后在4月3号礼拜4 1点，然后在桃园市殡仪馆有入殿礼拜，1点半有告别礼拜，3点有火化礼拜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在4月1号7点半在教会的7楼有安慰礼拜，然后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一同出席，然后一起来为家人，然后来为遗族来安慰，然后来求主求主的灵与遗族同在。好，那最后一个这个也很重要哦，就是清明连假4月3号跟4月4号全职同工放假，然后4月4号当天呢也全教会消毒，所以这2天教会没有开放，就请大家不要来到教会当中。
好，那这类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小组呢，就是变成联合小组，然后等一下会由嘉欣的允琪，然后带我们来做一个路加福音的圣经回顾。好，那我们欢迎允琪。嗨，好，等一下先留在这一页。好，刚才牧师讲到的时候问说，哪些人在这3个月当中有读路加福音的？可以再举手一次吗3月份。 ？3月份啊，3月份。好，那有人曾经把路加福音整卷读完过的吗？请举手。好，看来蛮多的哦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的圣经回顾的活动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考你们路加福音第1章到第10章的里面的内容。那等一下我们会用这个卡户进行，所以请大家拿出你们的手机，然后可以扫描上面的 QR code， 或者是会有一个PIN 码可以输入。好，我们的大家都进来之后再开始。那个 QR code 码点一下应该可以放大。还有人没扫到的吗？然后可以看上面有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就代表你已经进来了。它有一个那个声音的按钮，就是它的网页有声音，可以把它打开。我看到敏哲长老，好，都进来了吗？都进来，我们要开始哦，再给你们最后10秒。好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帮我点开始。